来看故宫博物院北部园区，今早起11点外，熊熊熄电15分钟。考虑到这文物也有民众安全，故宫随提笑光的设备，也甲民众疏开。确定无问题了后，11点45分，搁再开放民众入场。台电有去调查，是因为这树林区当咧做地下水道的工程，甲这电线乌断去，才会害故宫熄电。坐来参观的民众，伫故宫电视区开放了后，重新搁入场。因为差不多20分钟进前，也就是早起11点22分，故宫的电视区发生规区停电。考虑文物甲民众的安全，故宫随提供照明的设备，请民众免惊吓，照指示赶紧疏开，嘛启动安全的机制，备用系统伫1分钟内随接起来，确保文物安全无问题。因为故宫的展柜跟我们整个展场的环境，事实上在温湿度的这个衰变之下的时间，大概都在几个小时啦。保持一定的水准的时候，实际上在1分钟之内，我们的紧急备用电源就已经供应上了。故宫强调讲，伫停电的情形之下，故宫的系统与电视规个无同，要是会当伫几个点钟内保持同款的温度甲湿度的环境，而且恢复供电了后，重新做检查，文物并无问题。若机电设备敢有受损，嘛强调最近会做更较详细的检查，确保文物甲电视场的安全。因为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地下水道工程挖断了我们的输电线路了，造成了士林区大概有12000户的停电。台电立即处理，大概2分钟内就复电。针对故宫为早起11点22分至37分熄电，了后伫11点46分恢复民众重新入场。台电调查了后表示，因为台北市府伫树林福林路迄块地啊做地下水道的工程，甲送电线路乌歹去，地区包括故宫在内差不多12000户停电。紧急处理了后，伫2分钟内已经恢复供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